大家我係梁柱波，咁我而家眼前要屌撚晒呢一個關公，關公你唔好叫自己做關公，你要自己做龜公啊你！關公去死啊仆街！我而家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都唔撚驚，呢個世界冇任何嘅宗教信仰，呢個世界冇任何性取向。唯一嘅性取向就係叫做隨心所向。關公，你正嘅死龜公嚟啊！正宗龜公。呢個世界只有關公係冚家產，三大天王都冚家產嚟，只有耶穌係最勁嘅使者。耶穌先係一切，耶穌釘過十字架都係為你犧牲嘅周公。知唔知啊？